我知影，你是足贵的迄种花，你是村上隆。村上隆，村上隆，迄个艺术家，日本的啊，村上隆，你开花啊？我想讲哦，这贵制作单位哪愈来对我愈有想法安尼啊？我想法不是整人呀。我唔知道倒位得罪着因无？无啦，吼，应该是无啦。你今仔你就是一个开心的象征，大家看到你心情就好啊，是不是？讲哦，为今日开始，我就是本节目的这个美丽担当啦。是啦。哇，我也歹势。拢互你水。啊，你知影我是啥物角色哦？你就是要搁约会啊？对，约会啊。你去法国约会啊？哎呦，这是等待爱情的小查某啦。哎呦，袂歹，我看你的相片，敢有人笑甲安尼啦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咱两个拢有花，你是一蕊花，我有一枝花，咱的主题一定是谈恋爱。谈恋爱会使哦，因为可能是要去适合谈恋爱的所在，看花，水哦水哦，花的主题，哦，对，啊，这样要含咱来佚佗，来佚佗吼是我的好朋友陈婉婷。哎呦，婉婷真久无看嘞，哎哦，真久无看。你嘛是水甲一蕊花，是啊，我28公牛一蕊花。是啊，但是你的花感觉要死去啊！无你妈咧讲死去的，搁生出来，嘿，生生不息。你敢有介意种花？种花有介意？有介意。嘿。啊，平常时爱看花嘛？嘛爱看花。对。安尼，啊，你上介意啥物花？上介意恁两蕊花。安尼啊。啊，你著安尼讲啊吼，啊无你试看。安尼有人安尼要求。无啦，你当做有啊。你拄则讲袂使，你为这边。这边。嘿，为这边。是花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变一下，高兴啦！啊，你准备好要来看花？是啊，等下拄啊，咱讲花吼，咱的导览先生嘛有足特别的看花、食花的方法。吼，来交互邝莎，你来介绍。大家好，这嘛有一蕊花啦，我就是这蕊上水的花控沙。今仔日呢有足水的花海要来带大家去看哦。我有带一块影片来看卖是啥物款的花海呢？大家敢有看出来吼？迄两个花是啥物花海？一个咧是阮的金针花，一个就是韭菜花。唔知大家敢有去看过迄花海？真正足水足大片的哦。今仔日呢，阮两位导览先生拢带来现场啊啦。来，阮先来欢迎阮的第一位导览先生，伊咧是为花莲由你来的，大家人拢讲伊是上赞的金针花的代言人。嘿，来欢迎阮朱怡老师。欢迎朱怡老师来啊！一张啊，为花莲安尼5-6点钟来到台北，回家来，嘿，伊头先是先买袂到票，后抓个安那抢买会到来台北。对啊，后生就直，啊，毋过上尾干是买到7点42分到这11点半。你看啊，有够辛苦的，伊来就是为着要互大家介绍因遐赤裤山上水的金针花。听讲透早会当看花，啊，下暗会当看星哦，真水，咱的老师会好甲大家介绍。好，欢迎。拄啊，人讲迄朱怡老师来一定是。有一点仔辛苦啊，不过刷落来这位伊搁较辛苦。来啦，我来欢迎我的小虾老师，小虾老师。阿瑞，安尼啦。你，会使，来，豆豆行，
行，好，妈来豆豆行。小虾老师啊，伊是为桃园的大溪来的，啊，伊今仔穿这青色的衫，伊就是阮韭菜花的代表。嘿，啊，你是安怎安尼啊？擂茶，擂茶，你唔过今仔日真正在拍蒲啊吼，擂茶搁来阮家咧，甲阮介绍。有真正的啊，伊拄啊是坐迄轮椅啊，我看上啊塞的安尼。所以阮卖开讲伤济，阮紧互伊，紧济，嘿，啊，等下互你好好啊介绍哦。欢迎两位哦，安尼遮辛苦安尼啦，啊，遮严重啥，搁坚持一定爱来。我想讲讲答应啊，袂使，一定爱来。哦，这个精神，这爱改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，来啦，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。我感觉小夏老师伊真正足够，因为伊拄仔有讲嘛，甲阮答应啊，一定爱来。伊嘛甲真侪迄米其林的餐厅答应，因为迄米其林的餐厅有足侪迄师傅拢讲，也是无小夏老师种的菜，伊是无爱开火哦，就遮够哦。你袂甲米其林餐厅？对啊，比如讲有倒一间？足侪间诶，其实台北你想会到诶，阮拢有合作过。哇！你黑白问拢有尤啦。其是进前疫情迄当阵，进前搁较济。嘿对，迄当阵搁有一间客座主厨，因定定逐礼拜拢会换主厨。嘿对，因为阮其实进了足侪其他诶特殊诶菜。对，有诶花，譬如讲，迄花食起来有夏蜜果诶味，哦，阿美拢过。另个诶味嘛有，嘿，啊无就是有诶菜食起来有敢若蚵啊，有海味，对，有这种。米其林才会看，这诶物件我以前拢爱去国外才找会到，结果桃园才就找有啊，所以讲就甲阮合作安尼。是呢。足够。所以你几岁才卖甲米其林？你即摆几岁？我即摆嘛，我即摆33。哇，系啊，社会。啊，这林祖义老师今仔坐4、5点钟。金针杯。昨昏啦，昨啊。对，昨昏啦。哦，啊，你进前你是伫咧即个赤科山骹我自细汉伫山骹大汉的。大汉的，是。啊，甲即摆咧。啊，尾仔就来台北做几年啊，伫遮上班，啊了就叫我人拐转去庄家。叫我拐转去。对啦，啊山骹毋大，讲过到迄山顶啦，迄时拢敢若金针也无啥物花啊。所以咱赤科山就是咱咧讲的60石山。敢若无共呢？花莲有2粒金针山，一个伫玉里的赤科山，一个伫富里的60石山。哦，所以是无共。 2粒山是无共款的，风景嘛是完全无共款。无共款咧对。有去过60石山的朋友吼，你有感觉讲伊走到迄制高点的所在，你会使往下看，就是一望无际嘛，会看到咱的花东纵谷。啊，就敢若像迄查某囡仔足水的啊，吼啊一丝不挂呢，让你就觉得很惊艳啊。哎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看了了安尼。好看。啊，不过伊敢若有3个蛙尔啦。3个蛙？啊，就蛙，安尼啦吼。安尼有够啊啦。赤科山咧。阮赤科山就无共款咯，阮赤科山就像像春菇安尼啦。阮就是拢穿较保守嘛吼，啊你即摆就到这个点吼，啊你就烫一领衫，哦，迄感觉就无共款。啊到迄个点，迄个景点的时候，你搁烫一领衫，哇，又搁较无共款的。所以你只要踅一个弯，就有无共款的风景互你看。阮的活也是活袂停哦，因为阮有足侪私密景点，我会当带你一一的去欣赏。哦，讲到这私密景点，哎呦，活袂停。所以今仔日想要来红我。都一心话啦。好，我先来了，哇，先来啦。哦，金针花足水吼，来到咱山顶爱食啥物？就是咱的金针鱼啦。鱼看起来就像鱼啊呢，对细只鱼啊。对，来互大家啉看卖。这顶然是有一点仔粉红色的呢。啊，我的金针花其实伊是高铁的物件。高铁的对啦。伊的高铁对。速度足紧嘞。对，伊的体积是咱的菠菜的20倍。哦。伊的体积菠菜20倍。啊，会记得住山顶浸的，
咱就来看星。你只要头压起来，你就挖袂停啊啦！所以今仔日想要来红我。都一些话啦。好，我先来了，哇，先来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怡，今日要甲你介绍阮赤高山金针花的故乡。大家知影讲阮赤高山为什么叫赤高山无？其实你有看到这粒石头边啊，这丛树啊，吼，伊就是赤科啊。所以，阮赤科山就是因为赤科啊来号名的，叫赤科山呐。哦，你讲这丛树啊，名叫赤科啊？这就是赤科啊，伊蝌蚪科的植物吼。啊，伊这个质地就坚硬的，所以咱日据时代的时阵啊，日本人吼来赤科山采足侪这个刺科木，吼大丛的摕去做船啊，哦啊细支的就去做枪托，所以伊的茶是足定的。哦，这嘛是。安尼，这个关度差不多几岁？其实伊差不多，伊的大小差不多绑根是2个人会使环抱，无大对无？啊，毋过阮学者估算有700岁安尼。哇！这细长700岁。哇！伊就决定的啦。伊生足慢吼。生足慢的，伊的生长是扭曲状的。啊，毋过去年的10月，迄个康瑞风台的时阵啊，伊就功成身退啊啦。哦。嘿，你即马都看袂到伊的身影啦。敢若伫相片看会到哦。伊去到水流去哦。伊去风台吹倒去啊。啊。就可惜，就可惜的，所以连讲要来看赤科啊有无？你来找子怡带你来去私密景点。哦，你哇，是。哎，是的，是。嘿，啊，早期吼来到阮山顶，其实嘛无金针花啦，阮山顶大部分头8成以上是咱云嘉闽遐的人过来遮来，啊，迄时阵来拢是种一寡杂作啦，哦，你像番麦、土豆啊，啊，到尾仔才慢慢吼，来种咱的这高山的金针。哎，啊，这金针花，规年冬天8、9月仔的时阵，伊就是大开的时阵，啊嘛是咱暑假的时阵，迄金针花就吸引足侪的人客来咱遮看金针花。吼，啊，搁来吼，早期金针的制作的方式啊，其实是。咱是日晒的较济，较早拢是晒日头，啊，所以咱差不多都处理了吼，透早就是来放在这竹柄仔顶头啊。咱咧变的时阵拢会落落，啊，咱迄囡仔细汉的，伊就拢伫下边爱捡金针花啦。嘿，对，啊，第2天吼，啊收起来的时阵，第2天透早，咱就来晒喺厝尾顶。吼，你看这就是较早期规山顶哦，无伫做生意的时阵，规山顶拢是晒金针，迄个厝尾顶啊。诶，啊，搁来下一张。吼，啊尾仔咱就开始，因为咱为着健康的概念啦吼，啊尾仔咱就换改良做无共款的金针，吼，啊咱就甲保存迄金针的原汁原味，啊甲伊的营养素吼，所以咱就做无硫的金针啦。什么叫无硫？就是无添加硫磺甲任何的防腐剂的物件。硫磺要做啥？硫磺就是做一般是用薰呢。吼，用薰呢，伊是定色甲保存效果用的。嘿，对，啊，所以阮即马是用上健康的方式。啊，即马只有准备咱的金针，伊都安全甲会使摕来直接食做零食食，啊嘛会使直接摕来泡茶来，互大家啉看卖。这顶面是有一点仔粉红色的呢。啊，拄仔讲到韭菜花，啊，我的金针花其实伊是高铁的物件。高铁的对啦。伊的高铁对。速度足紧嘞。对，伊都是补充速度足紧。对。补充健康。对，伊的体质是咱的菠菜的20倍。哦。伊的体质菠菜20倍。对，所以伊食金针吼，除了会水，咱小姐会水了吼，啊就是气质好，啊搁伊搁有助眠的感觉。哦。就是咱会较好困啊，啊你好困眠的时阵，咱的气色就会水啦。啊搁来。金针来到咱山顶爱食啥物？必吃的食品哦，就是咱的金针鱼啦。
金针，伊就金针是毋是就像尖安尼一支长长？所以阮定煮金针互人客食的时候，人客会感觉讲，哦，迄头家娘哪会遮厉害喏？迄鱼仔拢煮甲拢无刺呢。啊，倒一项，倒一项，这项哦，你嘛帮忙，这是金针就去煎的啦。看起来就像鱼啊呢，细只鱼啊。对，啊，所以来到山顶一定爱食咱的金针鱼啦。哦，过来下一张。哦，金针花足水吼，啊，人客介济拢问阮讲，啊，像这开花的金针会当食无？我甲你讲。当然嘛是会当食，所以伊金针咱就甲咱这花瓣要炒的时候，甲这花蕊这有无？你甲伊念掉，迄个乌乌嘛，啊，咱看较无好看。啊，你甲这乌乌的念掉，你摕去煮汤，也是摕落去炒，青炒。啊，毋过炒的时阵哦，爱记哦，你一定爱用迄姜啊、老姜甲迄麻油落去煎，来煎哦较热的。哦，啊，金针就下落去炒，像花是直接落去炒。啊，若像这一日花这有无？这个啊吼，啊这个就爱穿烫一下，吼穿烫一下，再落去含迄麻油姜，迄落去拌炒一下，安尼伊较袂遐冷啦。哦。你若有指定要食，我就会炒新鲜的金针互你食。啊，青的金针食起来足清甜，足好食。啊，搁来到咱赤高山吼，我是建议逐个人差不多下晡4、5点啊，2、3点啊遐来咱山顶，啊会记得住山顶一暝。啊，来到山顶食我煮的风味餐了后呢，吼，咱就来看星，啊，啉咱山顶的闻名的蜜香红茶。安那看星，星偌水，你爱来看才会感受到。你只要头夹起来，你就哇袂停啊啦。哇！因为请老师咱嘛研究咱赤口山的金针花座哦。金针花座。对，大家知影什么？要看卖什么座是咱赤科山的金针花座。头一摆听到呢。是啊。伊是8月9月嘛，对无？8月9月是热天。是啥物座？狮子座。狮子座啊。汉子老师足厉害，伊知影春夏秋冬四季大星空是无共款的星吼。毋是狮子座啦，伊是天蝎座。天蝎座头前有4粒星。啊，扭过来，中有一个新秀士，伊就像一蕊花，啊，伊个弯弯迄蝎子的弯弯的，是毋是像一个手柄安尼？所以我即马讲星，我拢无伫讲北斗七星啊。我举起来，我讲哦，你看咱赤口山的金针花座伫对，这个就是天蝎座安尼，就开始为天蝎座开始去介绍。啊，刷来咱来看咱的影片，来看咱的介绍咱的金针花。变色。拄仔毋是甲你讲爱来山顶住一暝。是。哦，啊，你知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哦，所以咱就爱较早就爱起床，咱5点、4点外，咱会使去看咱的日出。日出看完，咱就会使豆豆散步，然后你就有一寡惊喜。可能你拄着长鬃山羊啊，啊无就有迄个叫姜啊、啊山猪啊，哦，嘛会看到咱咧穿山甲。哦。日头出来了后，咱就会使来去花海啊翕相。啊，花就是拄着日头开，慢慢啊就入来时，花就慢慢来开，啊就变成一片的花海。所以咱的金针其实伊会叫一日美人的原因，就是咱的金针伊就开一工就谢去啊。谢去是讲伊的花拢落去，啊是讲合起来。无伊合起来就是谢掉啊。啊明仔载佫有明仔载的花佫会开，所以伊毋知会叫伊水一工叫一日美人。所以阮为什么有的人咱会像安尼遐远，嘛啊要去咱赤口山看花海的原因，就是你也无法度摕转来做切花啦，所以袂水啦，所以咱嘛是爱来去赤口山看花啦。对。我拄则毋是有讲，阮山顶是悬一个远道无共款的景势。刷来我就甲你介绍，阮赤口山要安怎行，安怎佚佗。来到山顶，大家拢会去到上北边，北区吼，上北边有一粒菇。石头的菇哦，石菇，这个菇足水的，足成的。啊，你若要长寿百命的，咱就会使去甲伊揽的，甲伊看看的。伊是一个火山级块岩吼，伊就是伫咱的金针花海内面。
啊，这个吼，阮山顶就是咱海岸山脉上面嘛，啊，所以介侪迄个火山极快岩。这三粒的石头，较大粒这石头，我嘛是号称伊叫三兄弟，三巨石三兄弟。那伊嘛是伫咱赤高山的上南边。吼，啊，人客一定会来这观光的景点来遮找这三兄弟翕相。啊，阮定下咧讲，迄三兄弟就敢若像咱的囡仔共款，伊拢会伫这个金针花海内面伫遐咧耍，所以来遮翕相是足水的。哦，这就是咱的台湾呐！阮赤高山嘛有台湾哦，这个小台湾哦，来到遮一定爱来遮翕相的。因为遮吼，咱徛伫遮翕相的时候，哇，规个花海啊，规个台湾的形足水的。啊，毋过伊若满水位的时候，才会较水啦。因为这是天然形成的湖泊，阮的底下是拢无处理的，因为咱即摆拢做环境保护，所以阮那是做生态。哦，所以咱底下是很天然的，就是泥沼。啊，你若无落雨的时候，伊当然伊就会湿气啊，水就会湿气，啊，伊就会干涸。啊，毋过伊个台湾的形较水，啊，翕相就无遐水啊。啊，今日甲这个景点，其实赤高山佫足侪景点的吼，至于是足想要甲你介绍，问题是吼，咱的时间有限啦吼。所以呢，咱欢迎大家吼，有闲的时阵会去考子怡，啊来咱赤高山来佚佗，保证你吼会心花开哦。赞哦！多谢老师。拄则吼，朱毅老师安尼讲落来，我感觉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讲你去遐，无论是透早暗时拢会使，因为暗时到遐的时阵，老师伊会煮互你食最好食的，暗时佫带你看天星，透早佫看日出，对无？啊，煞来佫有啥物好耍？就无用的。重点就是讲，你若去遐，你毋免订民宿。加开钱，你拢伫咧外口咧无用，对无？谢谢。啊，煞来要来食韭菜哦，来有请小夏老师。规个北部啊，韭菜种上侪所在就咧阮大溪。哦，大家有看过韭菜花无？你爱鼻看麦，评论吗？卖素伤大。那就好久。这甲伊无又无成呢。我现在讲吼，你想要食免钱的吼，我教你一个方式。哦。啊，会使安尼哦？有听过刮韭菜无？应该是伫咧鼓吹啦。是咧鼓吹。我敢刮着我听咧，我袂听，厉害。我给你来阮遮刮袂听，来阮遮刮袂听，嘿，来阮遮刮袂听。来，有请小夏老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夏老师，我今日为大家来，今日要来讲故事，互大家知。来，对我来，豆豆行哦。好哦。是的，讲到大溪，阮即摆看的哦，真水有无？这是啥？韭菜园吼。其实咧，讲到大溪啊，大家印象中，大溪有啥？豆瓜无毋对，啊，佫有无？老街对，啊，佫有无？啊，佫有迄大仙翁啊。大仙翁啊，对无？对，伊捌来过。6月24吼，其实啊，大溪佫有足有名的寒青哦。刮车，寒青对。凤飞飞。是无毋对？对哦，凤飞飞。你真正是上一个时代的。我拢想袂到。我拄则我有甲开讲，我想那有凤飞飞。其实啊，阮大溪啊，咧大家印象当中啊，拢有无共的记忆点吼。像阮大溪啊，我大概拢安尼甲大家问吼，其实啊，大溪佫有韭菜吼，这是大家毋知影的。吼，是安怎大溪有韭菜咧？后一张，嘿，是的。讲到大溪啊，其实大溪佫有一个足有名的所在，就是石门水库。哦，石门水库就咧阮大溪。石门水库大约咧差不多70年前起好，起好了后，水库是要创啥？出水啊！哦，对，甲水炸掉的对无？安尼，阮遐有水通好用嘛。所以讲，伊甲水拢炸掉的，伊甲即条大汉溪拢炸掉啊。所以讲，下骹的水拢变少啊。啊，其实阮遮以前是一个咧溪顶的一个岛，啊，即摆
溪水若变少了后，阮即个岛就敢若看袂出来啊吼。以前其实来阮遮拢爱坐船才有法度伫遮。啊，水变少了后，溪仔边啊，拄好遮会算讲土地拢走出来啊。这土地足肥的嘛，阮就想讲，来种韭菜看觅。种了讲赞的，吼，所以讲其实啊，阮规个北部啊，韭菜种上济的所在就咧阮大溪。大溪韭菜最有名。但是土地若是肥吼，种啥物拢会使啊，对啊哪会种？那敢若种韭菜？对啊，迄当阵呢，其实我嘛有去问啦，问嘛足侪无共款的故事，嘛有算讲时代甲我讲，其实啦，以前啊，你知影有一个职业是咧放鸭的，放鸭，对，放鸭的，对，放鸭的，伊放鸭的，敢若讲会甲种稻仔的，算讲因为鸭会去顺产水，对，所以讲伊安尼为下港安尼赶起来。讲有一届有一个时代，就讲我遮有这韭菜籽啊，你要种看卖无？伫阮遮拄好种落了，袂歹哦，佫收了袂歹，所以讲时代有讲，迄当阵就开始阮遮拢较侪韭菜安尼，嘛足侪趣味的故事。新卡位啊，对，所以讲阮大溪啊，就足侪，即马就足侪韭菜。即马拄好好几月？即马拄好好差不多10月嘛，对无？其实韭菜啊，为差不多8月开始，一直会开花，开到差不多10月即当阵。大家有看过韭菜花无？捌呢。毋捌吼，有食过韭菜花无？有。敢是安尼？我食的韭菜花毋是无花呢，我这个韭菜花，无啥共对无？对啊，来看真实实的。这就水。即马对啊，即马但是你爱拄好即马有花。你爱皮看卖，看卖你爱皮看卖。卖素伤大力，来就好久。这甲伊的毛又无成无啥呢。共吼。这袂输敢若胡椒还是啥货，中药房还是啥货？对，中药味，中药味，中药味呢？无毋对但是哦。真正有够水，若是你花店，你会使竞这，互恁某呢？这是满天星，嘿，都是是毋是？甲满天星是共款的。足水的吼，对哦。拄啊好，即马拄啊好开花，所以我有炸韭菜花吼，大家来看卖一下。佫有传影片，大家会使看一下。好。阮来看一个影片。哇，这规片的拢对，阮即马韭菜花园啊，即马阮逐年差不多即当阵啊，阮拢会办这韭菜花节。韭菜田的，阮佫会摆足侪足水的红啊，会使翕相啊，所以讲足侪人来遮佚佗的。阮即马若是开花，即马规片看过拢白苍苍的，所以阮嘛会讲这是9月色，所以讲看了足水的，拢会来遮翕相，阮嘛会使来看遮，有无？拢会使来去做网美网红，拢真水吼，嘿，对。除了有足水的这韭菜花啊，阮伫遮吼，阮伫遮佫有学会，阮即个学会拢会发明足侪韭菜的。好食的料理，对，无毋对，像这韭菜烟肠，有这韭菜花，这啥？这寄韭菜花，对，寄韭菜花吼。你合作的对。其实想要食吼，后一张，嘿，佫有用这韭菜做的这原料虾仔饼，虾仔饼没错，佫有后一张，这嘛是韭菜胖。韭菜饼今仔日我嘛有炸这韭菜做的点心，要来请大家食看卖。这学会做的两羹，韭菜两羹，韭菜韭菜的哦，哇，韭菜烤饼应该无食过，来食看卖，品看卖，我食看卖。其实韭菜啊，其实就无啥会出来。韭菜有点啊蒜头的味。蒜头味、葱仔味、蒜仔味对，因为因是青食，所以拢有蒜仔味，对。讲袂歹，袂歹，咸香安尼吼。来，阮继续看。阮这边啊，阮家己农场内底啊，阮家己本身是种有机的吼。就是伫遐，阮种韭菜啊，阮嘛是想讲，阮伫咧拄则有讲嘛，阮伫咧算讲溪边嘛，遐拢是水。遮的水啊，水质啥，阮嘛会足
算讲咧种菜过程中嘛是想讲，若是会使照顾附近的环境，这是上好的。所以讲，阮尽量拢种有机的。阮是迄边头一间请到有机韭菜农场，吼，所以讲即摆看到的这拢是有机的韭菜。啊，阮伫遐做食农教育，哦，要教囡仔安怎挂韭菜，有听过挂韭菜无？有呢。有吼，挂韭菜是咧都听到挂韭菜。应该是伫咧古厝内。是咧讲对应该大家有挂过，我才挂着我听咧，我未来会听啊。无紧，来阮遮挂袂听，来阮遮挂袂听，嘿，来阮遮挂袂听。讲着就去，无紧你继续歹势。对，啊，阮遮来挂韭菜，了解讲，哦，原来挂韭菜安怎挂？韭菜是安怎古市的安尼讲挂韭菜，因为韭菜挂了后，3工搁生倒转来10公分，哦，生足紧的哦。啊，韭菜愈挂伊会愈细泡愈幼，大家是介意食幼的韭菜还是老的？幼的嘛，对无？因为听讲韭菜食会黏喙齿麻烦，哦，因为有纤维嘛，哦，所以讲其实大家拢较介意食这幼的韭菜。所以讲，其实阮足侪客户拢会特别来走来阮遮买这有机的韭菜，因为这伊较幼、较好食。吼，后一张。哦，韭菜花，拄则讲韭菜花，即摆看到韭菜花啊。阮食的韭菜花是毋是即款的？是。哦，这头前这就是一粒一粒，这是花梅。哦，这花梅就是压未开的韭菜花。吼，韭菜这若是开花了后，伊中迄支管啊，伊会变丁。哦，这个管仔变定了，阮剥着，无啥会落，阮毋是牛嘛，剥袂落。我知啦，因为韭菜伊抹会开，就是伊的养分还阁伫咧，对无？你开过来了，你的养分就走去遐，啊对，所以伊个管仔就变定的。对，所以讲，阮咧食的韭菜花其实拢是还袂开的，哦，这较好食，对。啊，若是要焖即款韭菜花，你想要食免钱的吼，我教你一个方式。哦，你就差不多8、9月即当阵，吼来阮大溪，吼差不多透早4、5点啊，吼你就走喺迄田的内底，你就问，我要甲你卖韭菜，你若看有人，你就甲你讲，我要甲你卖韭菜花，哦，阮遐的人咧直接甲你讲，你家己去挽，因为这韭菜花啊，拢是一支一支透早挽落来，哦，这嘛足辛苦的，所以讲吼，伊规无爱卖你家己去挽，会使安尼哦，会使哦。系啊，系啊，其实挽这吼拢是趁工钱啦，对哦，挽这拢真正趁工钱吼，吼来。所以安尼一支一支挽，安尼差不多一斤爱卖偌济？拢100啦，拢是卖100，通常100差不多拢8、9十，无8、9有机的8、9十有机的搁较贵。有机的偌济？有机的可能100就150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系啊。啊，这有看过无？白韭菜，白韭菜甲韭菜共种，有看吗？共吗？港，这是共的吗？这韭菜更较久诶，毋是这韭菜黄去啊，韭菜落泥色的，泥色的，嘛有可能。其实啦，韭菜啊吼，白韭菜甲韭菜吼是相共的吼，差咧对咧，差咧就是甲阴起来，莫互晒日头。哦，你甲扛起来哦，对，甲扛起来。无光合作用。啊，对，无光合作用，伊就无叶绿素。就真啉呢。其实对啊，其实韭菜足好种的，吼，你看韭菜无日头，佫会使活的，就变白韭菜啊。啊，白韭菜伊的口感嘛，算讲食起来较无遐咸，对。啊，而且佫较嘿较润，较袂遐润，哦，较好剥，较甜，对。所以讲，其实算讲，阮拢会开玩笑讲，白韭菜有美白，所以佫较价值。对，阮大溪这边啊，拄开始，我就问大家讲，印象中的大溪有豆干、6月24、石门水库、老街对无？哦，遮印象中的大溪拢爱过一条桥，哦，才会到大溪，这是咧大溪的东边。啊，我拄则介绍遮的拢是咧大溪的西边，所以有一句话是：一时韭菜一时葱，有时新光，有时月明。就是意思讲，我嘛希望大家来遮听我的故事，吼，听我讲大溪的故事，了解无共款的大溪，哦，对，阮遮是西边的大溪哦，无共的大溪，还有韭菜哦，吼，我的故事讲到遮。哇！
小老师讲的足够对啊。是啊，等少年就是啊，所以你也当带小朋友看小虾老师，是呢。那讲到这韭菜吼，我就想到水饺。水饺啊，我想到韭菜盒。哎啊！还有迄个白韭菜猪肉的迄个小笼包啊，有苍蝇头。啊对，哦，就腰，你是腰呀？我真正对，要食物件。唔知我都拄啊好，会使加分着。有吗？小虾老师讲伊有，啊，唔知迄金江辉老师有无？哎哦，你有吗？有啊，我等下再表演碧玉笋，互你食看卖。碧玉笋，有两位拢有食会加分呢。对啦啊，我来变看卖啊！大家莫袂记哩，等下爱投票哦，所以两位老师加油！来，咱来去食看卖老师。来，豆豆行，豆豆来，谢你谢你，感谢啊！中中。哎呦哇！这叫青酱，最有够水的，袂输敢若迄个蒜头汤。我是这内底无掺蒜头。无，你食这这是香较咸，明明就是。够好食。金针的辣椒酱，啊？这一斤金针拢千几块呢。哇！啊这千几块？因为金针的辣咸椒酱就是爱切落去。哦，最香。有香哦，今仔日有韭菜啦，搁金针啦，哦，咱来看结果哦，一、两、三。大家莫袂记哩，等下爱投票哦，所以两位老师加油！来，咱来去食看卖老师。来，豆豆行，来，谢你谢你，感谢啊！大家拍摄下咱小虾老师。来，你有中请，来中，哎呦哇！这就是恁有机的韭菜。唔对。刚刚较细支较吼，油，真的较油。你看，加足油呢，加足瘦，啊，所以这会使安尼青食无？哎，会使食看卖。会芳呢，香。你直接位这边，加这边。但是你介意食韭菜，这多啊。哦，这食咱下边安尼是不是？好食。你是怎么食呢？你食较大脆，较大个，较大脆，剥落去。我足青。是啊，你这是甜甜呢。嘛有咸呢，有咸。足青啊！再怪。你较咸就好吃。你唔敢食韭菜哦？会啦，食一嘴好。无啦是安那，韭菜味有的人脆的炒啊，不要紧，阮大家拢有食。大家拢有食，你就公平啊！哎呀，哎，这青椒嘛袂歹，啊，淡薄咸啊，刺激啊。所以讲，我甲做一个安尼。这酱料要问啥物？这叫青酱。啊，内底有啥货啊？韭菜。哦，阮印象中的青酱拢是用迄高赞糖嘛。啊，对。啊，其实阮因为熟悉较济迄特殊的东坡菜，伊就甲阮讲，其实啦，这青酱啊，你嘛会使用别款的，像用韭菜来做，对。要安怎食？用问胖吗？问胖好来，啊，你甲抹落就好啊。哎呦，你来，来，啊你好。啊，这加土豆啊，搁有这油安尼，啊用迄石磨啊，用蒸的。所以讲，阮拢做这算讲是拢教育的时阵，会带囡仔遐。会当做这水有够水的，你试看。哇！安它这个香香这的。内底是同款的吗？这有香味，还搁加起司。气死！这是这种酱嘛？对，无对。啊，其实香味迄味佫无共。啊，因为其实足侪囡仔唔敢食韭菜啦，啊，所以讲阮就一定想讲，用啥物方式？看有啥物方式会使互囡仔食，愿意食看卖。啊，所以讲其实韭菜用这蒸了啊，佫摕去烘，啊，其实韭菜味就较降落来，啊，纯甜甜的安尼，佫袂咸。哎，你迄韭菜吼，
有人会惊迄个气味，应该讲变足少。对，较正。那会安尼？啊，无讲袂输，敢若迄个蒜头香。对，点点啊，迄个蒜头的迄个香气。可是这内底无掺蒜头。无，哦，你食这，搁成，这是小的哦。有成来，你食一块。搁较成蒜头香，好食。明明就是。啊，我青色的足水的。哦，这赞。像咧食葱油饼的感觉。葱油饼哦。迄个味啊，迄个味就嘿啊，清正，因清正，对。啊，这是阮二兄做的，这算讲韭菜咸派、咸派、咸饼。啊，因为我叫小虾老师嘛，之前我讲对，内底还有虾啊，阮其实我进前咧做饲养的，阮进前嘛是咧下港学饲养，教阮二兄，所以讲家己哎对。哦，哎，真正有虾呢。系啊。多只的。好食。好食，赞。好食。系啊，拢会使来阮农场，拢食会着。好这个古老真足济，然后这足久。感觉足奇怪吼，你全世界拢行透透，食透透，但是是毋是你头壳内底印象，韭菜就是足华人的物件？对，但他那空里在西洋的名迄个韭菜水饺安尼，一定是水饺来的，是水饺。这个竟然这个西洋这个迄个咸派啦，啊，这拄好配真尖的茶拄好好。哎呦哇！无怪伊24岁时阵就生第一个囝，人老讲嘛。你拄要讲金针啥物啊？金针的辣椒酱。哈？辣椒酱。金针的辣椒酱，我的是剥皮辣椒这个会使闻吗？会使讲，咱放着直接搁去拍对。我甲你闻。我帮你搞者。哦，这顶讲这金针啦。金针。啊，这无啥会咸嘛，爱顾较济。有足咸的。你要说这个你爱。好，等者，我先甲伊顾者。好。内边有金针哦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啊，这番仔给我买当直接食。这看起来就咸呢。但你你敢会问收菜？对啊，等下我嘴唇要来甲整起来。小小声。安尼较性感。啊，这个金针哦，甲你介绍者，咱的金针一般像安尼好的有无？这水水的拢是装袋啊，一包一包卖。啊，阮较早就是像这烘较干，伊的水分差不多伫10以下，所以上干水你甲看，这安尼摸落拢会断去，会脆去，像安尼脆去会要创啥？脆去啊，对，隔壁。这无效啊，对，互隔壁食几家伊就讲有阮兜阁足济的啦，啊，这会摕来创啥？摕来倒伫烟花树骹。哦，倒伫倒位就变成迄农业废弃物。哦，啊，这就无效。啊，毋过这一斤金针拢千几块呢。哇！啊，这啊倒掉。千几块？对，啊，毋过这是买尔。啊，毋过阮主要就想着讲啊，用迄这个，因为金针的辣咸椒酱，就是爱切落。哦，就咸。上咸啊！有感动哦，这甲切切的吼，咱甲做咸椒南做的，这是我即摆上爆红的明星商品，卖了足好的哦。有够咸哦，即摆来，季节摕这咧，用这来混。这碧玉笋呐，碧玉笋传说中的碧玉笋就是这啦。来，咱用椒甲混一下。我讲有够。啊，无你试下这。这碧玉那你马上进。很辣哎。啊，记好，谢谢。来，小夏老师要食一个。好咯。你讲这个碧玉笋是金针的倒位？金针的管。这个金针，咱唔是生做安尼吗？其实金针规丛拢是宝哦。咱这是《本草纲目》吼，金针其实伊的根就是药材啦。这根啊，这根啊，这会使药材。阮妈妈拢细汉的时候拢讲摕来炖三嘛。啊，这碧玉笋。碧玉笋就是碧玉笋，发音较标准。这碧玉笋就是这个金针管。哦，这个管，这个管会当食，这会当食。啊是甲伊烫烫的哦。这甲沙沙的就会使，沙沙的会使，啊，莫沙伤久哈。
啊，这就是金针花啦。金针花，啊，这就是明仔载会开花啦。哦，这叫一日美人，就是这明仔载就像安尼啊。对，所以金针规丛拢是宝，拢会使食。这袂歹呢。这足好食，啊你用晒嘛会使，啊无你就像炒韭菜呢，无含三嘛，啊是含什么海鲜呐，落去炒，这嘛是一道料理。啊嘛会使像伊安尼，咱会使强强合作呢。咱嘛会使来做这个饼，强做这个饼袂歹吼。哎，这食起来就像藕环。藕环。那个真的吗？对啊，有淡薄。藕环是啥？芋头的茎啊，芋头哦，卡北笋嘛，就是卡贝笋，卡贝笋，哎，用足好食呢。就像你的经典。啊，搁有无？水饺有无？无啊啦吼。无水饺啊，现在无水饺啊。安尼甘愿要来投票。今仔日有韭菜啦，搁金针啦，金针可以。我投好啊，我摕起来我就讲要投相拢投好啊，好来啊，咱来看结果哦，一、两、三。考韭菜老师呢？为啥？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最爱食韭菜的人，吼，因为今仔食的韭菜就是看平常时想的拢无共款，我感觉有用真正会当去大家行看卖。是，恁两个真正细了。我一定会去找小姐的啦，啊无介写啦吼，无介写，无写啦，无写啦，嘿啦。啊你咧？我是跟金针花，因为我今仔日才熟悉着讲，哇，原来这避孕笋这么特殊的物件，食起来叫做清甜的，而这一轮食落来了，最后一项食着这敢做脆啊，做甘甜，做清爽的，所以我最后选子怡，一定要去山顶找子怡。对，多拍。我足介意花莲，花莲呢是有足侪的宝，要大家去熟悉去寻宝。哎呀，金针花呢是一个花莲的代表啦。今仔日食这足趣味的，这咸姜啊有够咸，大家一定拢爱买去甲伊支持。是，爱支持。啊，我嘛是选花莲子啊。哦，谢谢。主要就是讲哦，咱这个。你会使我先我看。谢啊！就是讲哦，因为咱这届这个风灾哦，过咱即摆报纸嘛过了，已经过一段时间啦。啊，大家爱会记你做伙来花莲佚佗。啊，你若无去佚佗的时阵，因可能爱关起来安尼，对无？是。阮花莲人韧性足强的。足强啊！阮都是对。泥土内面大汉出来的，所以阮有一个韧性，所以阮嘛家己会自救。所以这届风灾其实花莲头一个救灾区，其实是阮花莲的南区甲北区。阮上感动的是头一个是阮花莲的乡亲，大家拢足有爱心的送钱的送钱，送物资的送物资，拢大家拢去帮忙。过来就是咱来自花莲的花莲以外全台湾的，啊，搁有迄。外国人嘛，拢来甲咱斗相共，所以阮足感谢大家人对阮花莲的疼。谢谢。台湾足有爱，足有爱，花莲继续美丽起来，你讲好唔好？感谢两位，谢谢。观众朋友欢迎做伙来食花哦！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来海海导览城市报名，互大家听。若是节目看无够吼，一定要去台记台的 YT 频道继续看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超辣的，超辣。